来，我们夏杰亚特工作室来送一个小谢。对，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工作室。我们的这个工作室涵盖这个文案编辑、短视频创作、漫画创作、直播策划，还有微电影摄制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成果，全网的粉丝是3500万，整个浏览量已经50亿次了，点赞应该是有5亿次。哇！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一个比较厉害的东西，叫粉丝天眼。根据粉丝天眼举报，这鲤鱼窝人在一个小酒楼上面赌，玩的还是鱼机，现在我就把他给冲了。双手抱头蹲呀！网上有一句梗，叫北有朝阳群众，南有粉丝天眼。哦，是这样。就这个玩意就相当于放在互联网上，让老百姓来举报。通过这个平台来举报，然后举报到你们这儿初审，然后送110指挥中心。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结合，就把我们这个账号做了一个赋能。就我们不仅是搞宣传，我们还要让它有一定的实际作用。就是我觉得真是学习了，接地气，这是第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让我感觉到公安工作的年轻的那种气息。是的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应该就是你的工位吧？对，我们这个剪辑位。让我感受感受。哎呀，C 位。对于我们而言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素材非常的多。对。然后有这种，我们以前也是，你拍一个，可能就是5、6分钟，都是拍下来1、2个小时的素材。哇，那这样差不多。你要在里边，你要去抽丝剥茧，找到有用的东西，其实很难的。我是一个单兵作战，就每天早上就出去，就跟那出租车一样，在路上找啊。哎，那个地方有一个违规的，咱们这来，摄像头对着。我手里有个话筒，哎，那个靠边停车一下，然后你就开始就叫下来。没得事嘛，蔡警官，你没伤到嘛？我是谁？你别担心我，我是谁？我是练过的。等先3、5个人不能近身。有的时候这有多危险啊！你在外边就被打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跑啊！哎，你太危险！哎呀！好的。那个摄像的看我被打了，他把机器也放着，他跑去帮我追那个人，被打趴下了都。我讲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，你不知道。确实是。哎呀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也是在外边，所以我一定要注意安全。